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思怡。今年2019年是地方创生元年，所以嘛个是地方创生，我相信有一道乡亲都唔会上手，现在也有同道嘅活动，韩国几百内容都同地方创生也四杂事并落去。故作今年呢，村民大会邀请到位公部门、韩国考察专家，为带大家来了解嘛个是地方创生。其实也地方创生呢，是对日本传落来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面对解决日本由高龄化韩国人口外流嘅亚洲问题，故所呢就提出亚方政策，我来解决日本社会问题。不过台湾呢其实没有遇到像安尼嘅情形，故所今年呢行政院就同2019年定做係地方創生元年。今年村民大會我先到棚內討論，下禮拜呢，未話去到各個總頭，聽聽地方嘅鄉親講下嚟交通意見，嚟看下大家對地方創生有乜嘅想法，要用何嚟做呢？下面大家紹介今日來賓，頭位來賓係國家發展委員會嘅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的處長郭斐玉郭處長。大家好。第二位來賓係客委會產業經濟處嘅專門委員袁敬惠袁專委。大家好。第三位來賓係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嘅副教授鄭宇軒鄭教授。第四位來賓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嘅博士後研究員鍾潔婷。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哦！今日呢，有請到四位來賓，也就對公部門、政府也嘅角度、韓國民間、韓國學者身份，我帶大家共下嚟討論。今日重點嘅標題：地方創生係乜嘢？也嘅內容我哋執行，實際用嚟做。故所呢，聽帶大家先看到今日嘅頭一個影片，再過嚟討論。那資料係次許多習慣，各下嘅行政院長賴清德係視察宜蘭表現韓嘅唔同發發嘅情形。福建政府同意2019年定做地方創生元年。本來漁塭都荒廢了嘛，然後經由地方創生，然後開始有一個基礎。行政院定嘅地方創生國家戰略，我促進島內移民、都市減壓，發展地方特色，本人口是轉到配角。我們要都市減壓，我們要區域的平衡發展，能夠到不同的區位去發展，讓他們能夠有再生的一個力量出來。國發會中附近統計數據同台東池上、關山、鹿江、苗栗南莊、獅潭、泰安、台中新社、石岡列島234位人口外流動嚴重，還有居民相對較弱勢嘅鄉鎮，列做優先推動地區，透過跨部會嘅合作來產出在地嘅創生事業。但是搶回台北市客委會到207年5年到6年，未有邀請社區紀錄片的工作者同社草專家共下帶領學生團去入去社區了解湘南在地文化。借由這次的記錄，然後大家可以喚醒他們對於地方性還有歷史性的一個重要性。入秋時間，實際參加本候選人入去社區地圖，關心在地嘅文化同身份。地方創生而寫候選人轉來，唔單止要培養地方嘅產業，咪要有感情嘅連結。一種一道的所在都談喺度地方創生呀，西雜事，好像地方創生這項政策已經在各地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哦。不過，究竟這項已經提高到國安層級來推動的這個計劃、這個政策，它到底要怎麼來做？其實呢，國發會它現在是一個統籌跟規劃這項政策的一個主要的單位。那它已經提出了地方創生有5支箭，這5支箭也就是我們有5大的方向要來推動。那實際上呢，有這5支箭來落實之後，我們希望可以帶動社區的意識，然後可以牽動島內的移民，也就是說，我們都市的人口不要再那麼集中，那鄉村不會有那麼多的人口外移。最後呢，我們希望可以達到就是均衡台灣這樣子的一個目的跟目標哦。我想請教一下處長，是我們剛剛也看到，我們現在要怎麼來推動這個我們台灣自己要推的地方創生？那我們也把它直接定位在國安層級。那為什麼我們要把它
一下层级就提高到这样，是因为台湾真的已经面临到很急迫性，必须得解决的吗？其实最主要的地方创生其实是要解决人口的问题，尤其是呢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的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按照国发会的一个推估，我们的总人口在2022年会达到高峰之后呢，我们就会就是会反转，然后呢会逐渐的减少。可是呢，在总人口减少，在这几年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人口还是在增加的。可是呢，这些增加呢，其实是主要呢还是呢增加在所谓的都会的地区。按照呢，我们去做县市的人口的一个分析呢，在过去5年来呢，在台湾的整个的人口的增加的部分呢，其实主要的增加的部分呢，都是在呢北部的区域的部分，包括呢在北部，在这个是包括新北市、桃园2个直辖市以及新竹的县市，然后还有台中跟台南。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整个6都的人口呢，基本上呢是大概将近了台湾的70%人口都集中在都会区，那只有大概30%的在非都会地区。那如果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呢，我们的人口的未来的分布的状况呢，是我们针对我们台湾整个368个乡镇市区，然后我们去推估未来的人口的发展的部分呢，我们就发现呢，会有134个乡镇市区，这些地区呢，未来的人口它的减少的速度呢，会超过于台湾的平均。然后呢，同时呢，这些地方也是呢，在它的经济相对的是比较弱势的地区。这些地区如果没有呢，就是说来推动相关的计划来协助这些地区的话，基本上它未来这些城镇的基本的功能的维持会非常困难。刚刚处长提到，我们要推出这项政策，其实它最主要就是要解决人口的问题。一个像台湾没有人存在，其实对于台湾的无论是我们的产业也好、生活也好，其实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是当务之急，绝对要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地方创生，它怎么样？为什么？大家想到它，好像就觉得说，它可以赋予众望，我们可以期盼它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根据我们所为大家来解释一下地方创生，字面上的意思看起来好像就是，地方可能就是指的不是都市的地方，在乡村啊，在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创生，如果说我们把它解释成创造生机，好像也没有错。不过其实字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意思，但它背后更大的意涵，它其实是广义的来解释，它希望它是可以活用在地的特色，可以创造一些有永续性的地方的产业。更狭义的来看，就是它人口要增加，甚至是让它不要减少。我想请教一下郑老师，就您来看，这项政策从日本过来，那以您对日本的研究跟了解，这样政策来到台湾是可行性的？日本大概从1970年，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大概也是集中在都会区。那大概从1970年代、80年代开始，那比较大的方针是透过基础建设，然后在各地也是就是造桥铺路，然后设置工业区，希望把产业引导到地方哦。是。那这样的做法其实早期当然有一些成效，有些工厂就开到了日本各地。但是到了大概1990年之后，碰到的一个瓶颈就是很多工厂因为全球化，因为很多因素，它也离开了。这个计划提到3个日本现在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少子高龄化，那它的人口减少其实是已经在减少，它在去年2018我们刚统计出来是减少45万人哦，所以是非常快。而且那另外一个不只是减少哈，它其实有一个东京在日本叫一极集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它不管人口还是持续的涌入东京，然后它的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东京，那所以呢，所以这个人口减少呢，它是完全几乎减少在各地的这些其他的非大都会的县市里面，所以这个就造成他们第3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地域经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它的地域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它就产生一个叫日文叫过疏化，就是说它越来越多的聚落本身没办法自己维持了，它很可能这个聚落都剩下
比如70到90岁的老人，70岁的人在帮助90岁，这个在日本乡间很多的社区其实都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在整个公共治理上，还有各种上面，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棘手的课题。那所以说，这个当然日本一直在地方政策上，所以2014大概重新汇整了一些过去的一些发展，那他就提出了一个地方创生这个概念，那是希望说中央政府形成一个支援的角色，但是让地方来形成一个自己可以永续的自立的一个生活体系，不只是经济的哈，它是整个包括生活的、托育的、整个社会的整体的一个体系，所以是这一个政策的一个目标。我们其实，在这些村落，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人口外移非常严重，然后还有呢，他们居民其实都相对弱势。那之后呢，也许他们的基本生活设施，还有他们地方上自己的功能维持都会很困难。像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们看一下，比例占了全国的66.5%，有这么多，也等于说我们台湾有66.5%，也就是60%以上的，就是我们的台湾面积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是说，现在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台湾有一个未雨绸缪的概念，想要先学习日本来做。无论是我们说的农村、渔村，或者是说原住民部落也好，或者原乡这些地方，其实这些还涵盖了蛮多的客家庄呢。我想问一下庄委，这项政策看起来已经是我们这是正在进行当中。那客委会的角度跟我们实际上遇上这样的政策，我们应该是怎么来做呢？地方创生的一些目标，其实跟我们客委会推动的像浪浪台3线，还有就是客家环境营造的那个基本的目标是相同的。那因为配合国发会的它的5大策略的一个战略计划，我们也是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修正跟检讨的部分。那像就是去年这个整个一个计划推动出来，那我们也在去年就是有积极的就是筹划像客庄地方创生的优惠贷款，也是在去年就是配合地方创生我们来去推动。那是在今年初来刚开始推办。那刚才有提到了所谓就是村里地图的绘制，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透过就是在地社群的一个集结，然后来达到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共识。所以这个目前是就是从去年我们来去做一些相关的修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检讨一些相关的一个法规，就是配合地方创生，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把一些法规来去做松绑，让它的适用的面向能够更广。依婷，我们刚刚听的就是唐人初中韩沟转民，他们有在说，对总用案来做，不过设计方行的案都会农村做这么多田野调查，很用的看哦。过去几道政策拢从地方省区开始来推行，像讲要由大厦很多单方来提案申请经费，但是过去的也就计划变成讲形成xã區每間農村的xã區變成係呢個競爭的關係。歸難講兩個xã區本地嘅中央嘅鄉鎮地位，也就xã區可以考慮合作，變成講我哋青春我哋鄉鎮的一個特色出來吼。所以變成講一個地方到底係指一個xã區，還是講東埔地區可能有赤岩村，伊可能每一個xã區可能還有兩個村吼。伊到底係指按省的單位，還是講一個鄉鎮，還是講一個縣市作為我哋地方？一個政策的地方的定義吼，所以我剛剛也係呢提呢，可能要來從要來清楚konkr實的部分，不然就會講變成講過去的政策變成xã區同xã區一個鄉鎮的各個xã區變成原子化一個狀況，地方跟地方變成一個地方割據的戰國時代。我想我哋台灣安西可能不適合講行一個方向，最後還是第一個。新的政策推出的時間，可以創造xã區同xã區的合作，也係講鄉鎮跨鄉鎮的合作係第一個部分吼。第二就講一個地方創生的一個政策，可能有134個鄉鎮地位，大部分攏佇農村，也係漁村吼。但我哋看到長期以來，這個農業農村的問題的策略，一直攏變啊佇經濟發展一個部分，比如講。1972年，我們農委會推出一個加速農村建設的9大措施哈，其中最後一條係呢推動農村設立工廠。一個政策變咗後來，我們看到種化地區，嗰度農村農業的用地變成
伊个工厂遐个部分吼，所以也毋免单只讲系呢铁缝业，伊就讲伊听伫农体当中做一个工厂，其实系呢有个政策伫后尾鼓励伊安尼做吼，所以也系呢当时因为讲爱本农村吸引新的年轻人来做工厂，所以有一个政策，但係无想到后来变做一个问题，所以安尼伫个上咧就会讲。新的一个推动农村活化的一个政策，伊会带来后尾影响无？所以也个系呢一个天的上来来跟大家人讨论的部分吼。那我延续刚刚怡婷所说的，我想问一下，处长，就是这项政策，像怡婷所说，它是一个全新的政策吗？还是其实我们有过去截取一些比如说社造的经验，或是农灾的经验，我们来做一些剪辑，或者说来做一些更好的部分来把它推动上去呢？那过去呢，各个部会呢，其实推动了很多项的计划。那地方创生跟这些计划的差异或者是关系在哪里哈？那这个问题我大概可以有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过去推的像社区营造这个部分，或者是农村再生，或者是我们内政部营建署推的城镇风貌、城乡风貌的计划，这些计划呢，其实他们比较聚焦在处理人跟土地的关系。那地方创生的本质呢，其实是在人地的关系的基础之下，我们希望能够再结合产业的发展，也就是呢，我们希望整合人地产，那做人地产的连结，让三位可以一体。所以说呢，地方创生基本上呢是统合过去呢各部会推动的这各项的计划，它是一个统合型的一个计划。是。那第二点要说明的就是地方创生它的目的，刚刚也主持人也提到，我们也一直在提到说，是为了要协助地方发挥特色，吸引产业发展，人口回流，繁荣地方。所以呢，它这个计划本身一定要超越过去的，不管是社造啦、农村啦，或者是各部会的相关的计划。所以呢，然后呢，当然基本上地方创生也是各部会推的各项计划，它背后的意义，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那第三个要从推动的部会的角度来看，过去呢这些计划呢，推动的主要呢是由单一的部会来推动。那这次呢地方创生呢，我们强调的它是一个跨领域，所以它是一个跨部会整合的计划，它也可以是我们这134个优先要来推动的地区，也可以在134之外的其他的地区一样也可以在推动地方创生，只是因为这个134的优先的推动地区，刚刚提到是人口外流比较严重，居民相对比较弱势，所以呢，他们更需要政府更多的协助，所以在资源有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希望能够主动、很积极的、优先的协助这些地方来推动地方创生。刚刚处长讲到，亚方地方创生要全面向下来推演哦。不过设计好，刚一定没有讲到，由于各位后场人已经做到加强的，家头会上报去马街，家头也设计去做为马个同时督导那条事情，人家来看下家头的讲法。从事返乡哈，不但将从事农业津贴，还有同多面向而考虑到了。迄但将从事作为一个农夫来讲哈，冇办法想配上都会区的后场人赚啦。迄还有一种是说，从细来讲哈，要地方出一些农村出的肢体啊，对农业来讲其实没有一些排斥的。因为可以大家在地方打造说，冇但将农业津贴。还有配种的面向，有文创啊，有其他商业的东西都来发哈，可以看永续的经营。其实我们自己在操作的时候会发现到说，当你太多资源挹注到里面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规划，或是一个就是有一些运作模式开始慢慢起来的话，其实就会变成只是浪费资源而已。对，也没办法真正帮助到在地。像之前我最近有关注那个，就是我们公馆乡也是那个就是算是经典小镇之一嘛。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对在地有好有坏。对，好的话可能是观光就慢慢的有拉起来，或者是，可是很多时候在地这件事情不能只靠观光，
所以在地居民的生活还是必须得顾到，就他们的内需必须要被人家看得见，因为现在太多都是只重视观光，尤其像我们这样子的农村。地方创生总唔得只强调钱要铺粉天天，好，你还总强调说我投资地方啦、创业啦对啦，吼，那就纯单车迄钱天天。不过，你行下去看你在创业的性质系嘛个，好，其实行下去连锁的，好，其实完全无用载体的东西，叫做唔是怕人。做多数来讲，就是唔怕，因为佢对地方无帮助啊。好，像当到观光体系，真紧像南庄，还有当到其他地方，都在喺地方人赚钱，还係攞要来上家赚钱。地方人冇赚钱呢，当到都票本攞本嘅人，吼，地方人就像下色差啦，哦，个垃圾黑白费啊，然后噪音啊，那种多东西，对地方其实是干扰。可是这个影响。从来没有评估过，像大家开发爱做环境影响评估，不过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评估、文化影响评估，要完全冇做啊！大家政府还冇做暗用的事情。我想对家三个后生人呢，家到众多家乡自己的想法，韩国家到对地方创生有乜个意见？青年返乡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因为地方创生才让我们来重视到，其实过去我们在很多的各部会的计划里面都有看到，只是这一次透过地方创生，我们有一个新的意义来做这件事情来推动。那我想问一下老师的是。日本有这样的经验，那台湾也想要这样子做。不过刚刚伊汀叶或是专委或是处长也实际讲了台湾的状况。那老师刚刚也分析了日本的情况。那现在台湾所面临的这样的人口的现象，跟日本真的是可想而知之后，台湾也是面临这样的状况，在这个时间点来推动，就是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时间点吗？因为我想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我想。从这个上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他是希望他的那个目标期限还蛮长的，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不管在日本，那我想台湾甚至我们还比日本日本你看定到2050嘛，我们其实还稍微短一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对于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发展的一个想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想从现在推政策一定会有很多它会。我们可能接下来2、3年发现这部分有问题，那部分有问题。但是如果从一个长期的视野，就是说你怎么去带动一个正向的循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想不管在日本、在台湾这一点来说，所以你说有一些做法可能日本很有用，我们这边没有用，或有一些做法，日本的做法我们改了，结果我们这边可能更有用，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正向的循环呢，我们必须要让它就尽早建立起来，那才能够说在一个比较长期的视野上面，能够。达到说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那即使在日本来说，他们的政策定得很细，也不见得每一个政策都很快有效果，或有的政策也可能做一阵子，发现说其实不见得那么有帮助。那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这一个长期的视野，然后建立，然后透过一个社区自主的互动，形成一个生态系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我觉得是我觉得是绝对不嫌早的。是，谢谢老师哦。伊婷跟用的看哦，其实就日本也哈看到伊人政策的目标是维持中人口而也是讲出生率要维持一个标准哈。我试图讲，我们台湾的一个政策，其实我看到一个最大的目标，最重的一个目标，就是讲人口的少子化的问题，其实最重要要先解决，用来维持一个出生率的标准。那唔可以讲，我哋一直可以讲城乡的均衡，但是总体来讲，我哋台湾的人口其实并冇成长。我认为讲最重的一个目标，可能系呢一个大家人用的向下来维持一个标准的出生率，维持台湾的一个总人口一个年轻化一个状况，嘛系对少子化可以来解决。那也可能看到讲，可能台湾形成量的潮流，譬如讲，我哋。爱去都市用深条路，爱过一种都市的生活，深条路是最重要的。第二，从头到尾到上后生人归去农村、乡村的一个趋势来看，就讲还是有另外一批人，系呢希望讲，我要去寻一个可以长久有生活品质的地方来生家、中生人的、熟生人的一个趋势我们是看到有那所以就讲我们后面要支持也到。愿意留在伫农村，也着后生人可以喺那第一片，个愿意共生人呢，也系恁人认为讲地方创生伫台湾一个世界而来推动的世界，可以认真来面对的一个部分地方后生人
几多地方乡、几多农村，用来支持伊人前途服诶，用来支持伊人有体好漂来港中也对，也是讲可以融入一个农村的社会吼，也係咧，我認為講第一個政策底下，軟體的部分可以來進行的一個事情。不过，这些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他们实际在工作或是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这些困难有没有人去帮他解决，实际去解决他们这些生活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让他生活，那他也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心的存活下来，或者是成家立业，这是最重要。不然人回去，我不知道做什么，我没有工作，我不知道吃什么。其实我自己的生计问题都成问题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想到我还要再回去，我当然就是直接出去啦。那像庄委，我们客委会在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有针对这样子的青年返乡，或者说青年在客庄要创业，你们有一些实际的计划已经在执行当中？其实青年返乡它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存在，就是说它的一个资金的需求，然后还有就是整个一个创业环境的友善化。所以我们在今年就是推办的客庄地方创生的优惠贷款。那这个贷款不限定，就是它一定是要客家人，那他只要就是在他的公司或是工厂是设立在70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那他有资金上的需求，或是说他必须要扩张他的一个就是设施设备，他都是可以来就是写企划书来就是客委会来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资金的需求。那在就是一般青年，他其实在资金需求，其实有很多贷款的一个管道。那可是为什么他贷不到钱？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可能在客庄的一个都会不像都会环境那么一样的一个成熟，所以可能在银行方他不愿意贷款。然后还有就是说，青年他针对就是整个计划书的一个撰写，他不是那么的一个清楚了解，就是说，在怎样去凸显他自己的产品的一个特色。那所以我们在推动这样的一个计划，不管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其实都有提供就是所谓的创业的工作坊，然后去协助就是说有需求的一个青年，他们去教他们如何去撰写所谓的企划书，然后我们也补助地方政府就是去做所谓的青创空间，那他提供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提供在那个空间里面，它是可以就是有青年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谢谢庄委，从我们要创业的部分先给予资金的协助。那处长，我们这边其实刚刚客委会提到，他们这边已经有这样子的计划，看起来是说，如果我青年想要返乡，他一定会遇到金钱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透过钱来解决他可能先首要解决问题，可以让他留下来。那其实我们接下来的这样子的地方创生这样子的计划推出来之后，我们下面的这些人要提出计划，也都是我自己提上来。只要透过我自己去找客委会吗？还是我自己去找文化部？我自己去找谁？还是要透过我们国发会这边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审查之后，再来做后续的？我想基本上哈，其实重要的就是说，地方哈没有什么竞争的问题，因为地方跟地方之间，每个地方它其实它的特色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说地方要把自己的特色找到，然后把自己的共识，然后呢建立了之后呢，拟出一个具有共识的一个愿景计划跟就是达到这个愿景所需要有的各项的创生的事业计划，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地方创生的计划。那至于呢资源的一个媒合，不管是政府的资源或者是民间的资源，会由刚刚提到的创生汇报的工作会议，或者是创生汇报的委员会议来做这样资源的一个媒合。所以呢，我想地方的部分呢，基本上呢，只要呢是大家把自己好的计划提出来，每个计划是必须要的计划。我想这个部分呢，在我们相关的资源，我们会尽量来媒合，来协助呢各项呢就是有意义的计划、必要的计划来推动。所以不会有雷同，雷同的时候我们就会辅导他。各自有不同的区隔吗？这样会是比较好的。是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每个地方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这样就不会有特色的。我们的创生计划里头，我们一直强调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是希望地方回去呢盘点自己的资源，就是 DNA，
包括它的人、地、产的这样子的资源，然后呢，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资源的特色来发展了相关的一个地方创生的计划。谢谢处长哦。看起来这项计划将会在我们地方上造成一定的影响力。如果说大家都想要朝着这个，请出去给他提升的3万大标，轻松还以后3万的。不过亚哈哦，就跟他讲的呗，要把青年移回去家乡，吸引回去家乡。其实过去陆陆续续就有蛮多的青年已经返乡了。我们实际再来看一个案例，继续的讨论。今年国体特别卖的商品，如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含醋编辑、美酒文创商品。金鹏文投202年同苗栗县落伍建立后，搁整起，一方面保留落伍的建筑，另外一方面没做苗栗的艺文遗体。老家它就是我们自己都很喜欢艺文嘛，那有电影、有天阳，还有音乐，好，然后还有一些绘画等等。那个时候就想说，分享这个自己在做就很喜欢的东西，对，那慢慢的，这些类似的朋友就会聚在这里，这样。包含图书会、看天象，也是表扬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天气就无相关的艺文活动，连接在地的艺文人士，唔单止培养固体的人口，那种认同加理念的后生年，对这些大量的人口变做巅峰的咖啡师。我觉得本身苗栗它就很有人，第一个当然很淳朴，很有人情味。那再来，其实苗栗人他很有热情，那这一点我觉得就很想要服务在地的人，那不会特别说要去外地去求取一份工作这样子。新埔文认为，王牌东的后生人转到故乡，系表达社区的建设。但是咧5年过来，佢点都对了够强，对自家身份的期望有更加多的认识。就会重新去诠释马家黑哈嘎。好，那像我们就会讲说，因为亚黑落伍嘛，哈，老家嘛，所以我们就会讲说，客人啊用引下来啊，客人就变成。寄港引就是家人啊，所以这个客人变家人，就变成是我们这边在谈的新的文化解释。所以其实我们看地方创生，很大的关键是自我认同，然后可以有创意的介绍跟行销，那当然能够带动地方的产业是比较永续长存的。建造建好，对身边人开始影响，慢慢扩散到社区。新埔文强调，庆生世界为只系认同自家，将来看见有强权想法的人带动相关的产业发展。自家设计转到家乡过后，自家创业，用自家力量，要影响到其他人，要共样来到苗栗同其他达标，喺家庭样片上看到嘅，就像家处长没有讲到，希望也唔係一个素材的事情，有可能係跨乡镇、跨县市，大家共下的合作，唔係競爭，係大家共合作的方式。不過，一定係想去強調，亞件事情敢有想象的按簡單。其實，台灣呢設計都一度嘅種嘅都順差講，沙溪同村佢都係已經有無共用嘅素材，無就鄉鎮公所同縣政府又有。理念無共用的素材，韓國後生人佢哋每某一天，談嘅時也係講可以信任公部門對佢哋嘅聽數也係講想法。唔知道講，就像剛剛處長講嘅，我們需要是去家庭地方，大家自己整合起來，找出自己的特色。一件事情咁有按簡單。地方嘅特色一個事情，其實真是唔係按簡單，尤其台灣可能我哋本身我哋嘅農村文化可能。就差不多，可能客莊啦、閩南莊，也係講原住民的這個文化冇相同樣嘅部分聽吼，可能對南台灣的客家莊來講，可能那個地方的特色就更難講清楚一個差別了。所以，全地方的特色嘅事情其實唔係咁簡單。剛才就講一個日本的一個案例吼，就講日本伊連推地方創生的時節，提出一個計劃，就講鄉鎮可以輸故鄉稅，哈，就老輩都市的人可以來買俺呀嘅鄉鎮公所推出的一個產品，你可以來買，買以後也個收入就變成來地方，也個鄉鎮的一個稅金可以來做再分配的運用。但係就有一個鄉鎮呢，伊本身起唔做特色，
嘛无嘛的产品可以卖出去，所以就跟甲别基的象征的特色的产品集合起来，变成讲一个组合的，爱象征爱卖出去的产品吼。结果就因为可能价钱高俗吼，所以变成讲几多年拢会卖。啊，别个象征就因为讲唔用可以卖爱个象征的特色的产品咯，安尼就无青春期间的特色啦吼。所以我因为讲也系呢，唔系几简单的事情，从日本嘛发生一种请出其他的特色之后，用便宜的东西来拼凑变成讲其他的特色样的部分吼。所以就讲因为还是对样的时推来讲，来推一个新的一个政策，还是会回顾过去1995年到20年来，地方的特色全面研究。啊，多带能整合出用的地方的特色呢，应该对人基础再来变成讲迄咩跨乡镇，然后讲跨社区，变成讲或者是一个烟丝，能变成讲烟丝，然后一个整合的一个单位。啊，乡镇系咧品牌，地方的品牌，但係一個乡镇要再去对外嘅來打入嘅地方的產品的品牌，慢慢很簡單，所以烟絲係咧一個对外嘅來講，一個打出乡镇品牌嘅策略聯盟的一個單位啦，所以因為講無相同的尺度。用来形成地方的特色，係最重要。一婷刚刚说到，就是其实要找出地方特色，我们光368个乡镇要找就已经没那么容易，更何况是我们还有社区这个部分，要找出特色，不要让大家有一个雷同。所以这样的情况怎么避免在台湾发生？郑老师，您怎么看？刚刚一婷说的这个例子，您实际认为日本的风俗民情跟换到台湾来，我们这样子来做推动，我们台湾是不是有值得要跟他们学习，或者说我们本身就已经有自己的优势存在？日本的地方组织和地方意识本来就很强哦，这个是它有历史传统。我们大概在教日本社会心理都会去谈说，日本人也很喜欢说他们是一个村落社会哈，摩拉夏凯这种概念。我从日本的计划来看，它有一些是比较，我觉得比较我说比较硬的地方，就是说。它其实是很多是处理一些基本都计制度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可能也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像要叫乡镇推特色，那另外一个角度是说，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大，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那是不是可能很重要一件事情，也是包括说你怎么去提供一些它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些基础建设哈。那我举几个例子哈，一个是说，当然郭处长也有提到，我知道国发会也有在推。比如日本很重视，它在这个创生的政策上哈，它除了说财政资源就是补助之外，那它有一个人才资源，就是它有一个类似各类相关人才的名录，这个在日本的这个网站上都有哈。那另外呢，很重要的日本叫情报资源，就我们讲资讯资源，他们叫一个 RESAS 的一个资料库哦，那它就是要希望去完整的把各地方资料库去做出来，提供给提供给各地方参考，让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是，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你会一窝蜂，也是因为你其实不见得有很完整的资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我刚刚提到都计，就是说，因为人口减少是一个现实，所以日本的地方创生它也有相当的政策上很大的一块是说，好，那既然人口要减少，我要怎么重新去配置我这个市街空间？那刚刚那个我们影片中也有那个返乡的青年有提到。就是说，当然你说个别产业，那我就会去做这个产业。那问题是说，比如说他的家人的需要的工作呢，或者是说他也提到你整个区的一个商业，那你整个这个城镇的地方城镇的地方这些街区的本身的一个空间的塑造，你能提供一些它基本上能提供的整个那个城镇的这些消费服务这些，那这些东西在空间上透过一些空间规划的一些制度和都市计划制度。那包括说人口减少，是不是很多的你的服务什么，你也要把它聚集在一个区位，让它可以比较好的发挥它的功能。那这一些部分都是说日本的计划，在我看起来就是说比较完整的部分。那另外刚刚那一条产业，其实产业当然很重要，我想这个日本的产业部分也谈很多，但是另外一块就是说，因为在谈到社区，一定要谈到一个整体生活的概念。那整体生活就会包括说，举个例来说，那我们的长照，或者是我们现在我们托育服务，我们可能青年返乡了，然后他太太也就是说青年返乡了，那他家人都要工作，那
那这个小孩子你有没有托育措施啊，或者是说长辈的照护，这些等等等等，都会是说你从整个生活的整个空间的角度，整体的去建构一个生活圈。所以它不只是一个说我引进这个特色产业的概念。谢谢老师。老师刚刚讲到，其实内容题面也提到说，我们这一次推那个地方创生这个概念来自于日本。日本提出了3支箭，台湾有5支箭，多了2支箭。可是其实这3支箭跟5支箭，它的内容，也许有因地制宜，针对台湾的风俗民情跟日本跟台湾的一些社会背景的差异有所调整。我想请问一下专委哦，我们过去就是刚刚您提到，我们提供了青年非常多的返乡的帮助跟协助，也给予他们资金，或者是说实际的陪伴也好，或者说陪他们创造自己的品牌，这些我们相信过去的辅导，我们都一直都有在做，只是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就是我们先给他们一笔资金，让他有办法在地方立足，成立自己的产业，甚至品牌，开了自己的店之后，接下来的一些譬如说是成果也好，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实际再去一直去关心他们，或是来看说，我们这样实际投资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我们是有得到一些帮助或是回馈的。针对我们以往辅导的一些业者的部分，我们除了就是提供他相关的一些通路，那我们有建构就是所谓的浪漫客的一个 APP，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目前一些新科技的一些导入的部分，像我们现在目前在推就是把区块链导入就是茶产业的部分，那也是跟我们的在地的一个就是茶农共同来去做合作。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辅导措施，我们也会就我们以往的一些业者，我们来共同合作，然后持续的提供他一些相关的一个薪资，然后还有就是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措施，然后让他能够与时俱进，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通路，来去让他的整体的一个产业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听到客委会主委。李主委他最近去了蛮多地方去访视的时候，其实他都一直在跟乡亲讲地方创生的概念，所以可见处长这个跨部会的这样子的合作，我们的主委有听到，只是说这样子未来是我们客委会这边的计划案会增加吗？还是说我们国发会这边刚刚就是处长会把关？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是要怎么来分工的？我专委先说，待会再请处长。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在推所谓的浪漫台3线，还有就是相关的就是讲六堆跟幸福台9线的相关的计划，它其实的主要的一个政策目标，它还是在于所谓的客庄的一个就业跟人口的一个回流，所以是跟地方创生的一个计划，它是有相同的一个目标，那只是说，客委会在这相关的计划，我们是要有更多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底蕴来去做投入，所以其实是不会相违背。那只是说，在计划整个一个运作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政策的一个工具的不同，还有就是说更多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就像说国发会它也整合了17个中央部会来去共同一个投入。那当然就是在整个计划量当然是会更多，不会有说互相排挤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只是会集结更多的政府资源来去做一个投入。这一次计划其实真的是我们整个是跨部会的来做，那国发会这个主要的这个统合、统筹、整合的角色，那当然是责无旁贷。那刚刚专委有提到，这个计划上来之后，其实我们陆续在过去客委会推动了蛮多的计划当中，这件事情地方创生推动之后，只会让我们的计划案增加，我们的审查量、工作量其实也会增加。那也就是说，看起来是整个我们台湾的地方都在动起来了。那处长，所以这134个乡镇区，我们都要跑遍吗？还是说我们会有其他的即便地方说明会之后，我们还会陆续的有一些影音介绍或者什么来，都会陆续上线吗？是，基本上我们对134个乡镇市区，然后呢，我们都会有成立创生的服务队。那国发会呢是第一个种子，因为国发会由我们国发会呢去邀请，按照这个地方的发展的特色、问题的特色，我们会邀请相关的部会。然后呢，或者是专家学者，或者是有技术，或者是企业，但我们会揪团，然后呢，成立了一个刚刚提到服务团或者是咨询团，到地方
来协助。那当然，因为我们要让就是说各乡镇或各地方或各界更了解地方创生的意义、它的内涵以及我们的做法，我们也会有试着用各种所谓的管道，不管是说明会，或者是用影音啊，或者是各种所谓的媒体。也谢谢今天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来跟各位能够来沟通来说明。我想这种各种可能的管道，我们都会尽量来使用，然后来让这个计划呢未来在推动的时候呢，大家有一个共识，然后呢整个推动能够更顺利。谢谢处长哦。依听刚刚处长有讲到，设计他们礼拜行到许多各个所在，三万去同地方的乡亲的交通啊，唔过设计去按多所在，唔了解到行到。对地方创生敢有底下嘛个意思的么？也讲也按照要去判说明费，对地方好了解也用真正系有必要的，甲三下来行到可能还需要嘛个做对提供的位建议么？他可能对一个计划案没真是过了解，但是有谈到讲政府明年要来推一个新的政策吼。刚刚就再讲一个故事，就去年去到得到金牌农村的南埔沙区的北埔上吼。伊人最早就开始来参加农村再生的一个计划案。伊人当时的群众他变上众吼，那时的群众就想，希望我们南埔的一个沙区可以全面来做天然的地下化。因为讲我们也是一个最老的一个传统的客家农村，也就天然很的一个阻碍景观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做天然的地下化。但迄个政策。写计划写上去的时，就本当行的人去推广来讲，也免按的合理费，也免按的税部局可以负责的，也係推天公司会负责的吼，就变成讲各个付费还是各自为政，伊无办法讲可以整合起来，按的钱对税部局来出，但是推天公司来配合做一件事情吼，所以变成讲伊个梦想就无办法变成讲实际上可以来实现，各位。咁伊人就想，咁我哋就先来推我哋咧地方嘅一种文化嘅保存，啊，甲伊讲地方方嘅细细嘅文化资产嘅故事吼，可以被数位化。咁我哋设计许多呢，就变成讲，看到嗰度水茶啦、水准，然后有解说牌，啊嘛有设计嘅 QR code 可以扫描你看。但係真是用手机嘅扫上去嘅时间，乜嘅东西都冇嘅。啊，有個解說牌。有各个付费做的解说牌，有无相同的年推做的，所以最 Q 的可能已经荒废冇得用的吼，所以就变成讲地方上佢想要做事情，城乡计划上去各个付费拢想要做一件事情，所以解说牌同一个地方有5个解说牌，5个单位拢设一个解说牌，所以也係一個過去也就計劃發生的問題。咁我哋也考慮推跨部會整合嘅一個地方創生嘅時間。我哋有可能對一間農村真正需要嘅某一東西，整合部會去考慮實現伊哋嘅夢想嘛。我認為係你可以對過去嘅經驗當中可以來改善的一個部分啦。鄭老師，日本也存在這樣子的情況嗎？如果日本沒有，那台灣在這一步我們要推地方創生，我們可以怎麼樣再去借鑑日本的？他成功的例子。那我比较喜欢，还是要拉回来讲一个地方创生。我觉得，除了个别政策，其实比较重要，在台湾还是要去推的一个是社区的长期视野。就是说，如果一个社区可以去想象我们这个社区20年后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在后面它这些的计划是根据这个写，而不是我根据2个月后截止期来写的话。那我即使这一次没拿到，我下一次可能可以拿到，或者我即使没拿到政府资源，我会有别的资源进来。因为其实现在除了政府之外，很多企业有很多基金会，然后还有很多民间的很多的，不管是社造团体啦、社区团体，他们其实是很乐于协助的哈。那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怎么让社区可以去想象自己20年后、30年后的样子。好，那再往回拉，好，那往回来说，那我们这一步要做什么？那我想说，即使在日本，我们看到有蛮多成功的经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他们有一个对未来的想象。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可能这个精神和这个在创生上，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的。农业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一些特区引进科技，但是这个科技又是和社区结合的？那我觉得如果有一个长期视野拉回来，那我们就比较能够把这些不同部会的机会，那社区本身可以自立，就是说。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甚至没拿到钱，他也可以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状况。哦，他可以自己找到资源。哦，那我们怎么样去推到这一步？哦，那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社区的对自己长期发展的想象。哦，那谢谢老师。今日的来宾呢，提供的对公部门意见，韩国学者专家加调位研究，韩国实际去田野调查过后，看到农村的经验，确实亚方政策对日本传落的台湾，睇社会背景，韩国人的人口的发展方，确实有的会无共样。不过亚方政策竟然係头年章推动，不过其實我看較從應到嘅，就像家先生有講到嘅，唔係做唔嚟看，2-3個月過後，哎有乜個成果，就按你寫出報告，按你嘅計劃，其實就會唔合乎人哋地方創生真正嘅概念，我要較從應嘅計劃來看台灣一笪土地好，所以未來面對嘅係乜個問題，怎做得睇地方好，確實嚟做到地方創生。以上就係今日嘅全面睇飛，感謝大家收看。